但看又有风台要来咯，气象署表示讲，目前伫南海李宋岛的东方、有关岛有2个低压系统，伫菲律宾李宋岛的这个低压带可能向巴士海峡移动，有机会发展成做今年第77号的风台比塔。拜四开始，台湾东南部、有南部水气会变甲真高。18号跟19号这两天来讲的话，在台东跟恒春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，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出现，而且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情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像是在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地区的话，都是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，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。而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则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。气象署表示讲，今仔东部、东南部有屏东会落短暂的阵雨，其他所在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。桃园以南的山区过道会落雷公雨。今仔暗时开始，南方的水汽是移向北边来移动，东南部有屏东部分所在会落大雨。拜四、拜五全台湾的天气是拢真无稳定会熊熊落大雨，尤其是台东到恒春半岛雨会落真久，要爱特别注意。